先生，请问您有办法躺下吗？可以。请问坐得衰點嗎？做得。請問坐得衰點嗎？做得。請您將腳伸直，將老腳蠢出來，將老腳蠢出來。好，身體不要移動哦。好，身體唔好細 V 挺痛哦。好，身體唔好細 V 挺痛哦。腳盡量伸直，腳盡量蠢出來，腳盡量蠢出來。好了，我們要換另外一個姿勢了。好嘞，人哋愛問哪個一種姿勢？好嘞，人哋愛問哪個一種姿勢？請轉側面，面向我，請轉身過來，面向我一片，請轉身過來，面向我一片。這邊嗎？一片黑毛，一片黑毛。對，再轉過來一點，錯，再轉過來一些嘞，錯，再轉過來一些嘞。身體側向我這邊，向右側轉一點，眼神再向我一片，向右片大隻一些嘞，眼神再向我一片，向右片大隻一些嘞。好，請維持這個姿勢，不要動哦。好，就按你個姿勢，唔好停頓哦。好，就按你個姿勢，唔好停頓哦。X 光檢查完成了 ，X 光檢查後嘞 ，X 光檢查後嘞。您自己下床可以嗎？唔去架下面床，做得嘛？唔去架下面床，做得嘛？要小心哦，會死你單位哦，會死你單位哦。可以。謝謝。做得。按姿勢。做得。按姿勢。不客氣。唔是死你，唔是死你。